天國酵母工具禱告輪，請打開天國酵母手冊，跟住一齊聽。耶穌成日教導跟隨佢嘅人點解要祈禱，點樣操練，同埋禱告嘅應許。耶穌話：你們祈求就給你們，尋找就尋見，叩門就給你們開門。因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尋找的就尋見，叩門的就給他開門。馬太福音7章7節。耶穌教導祈禱唔係要刻意讓人見到而得到讚賞，唔係要去列出自己嘅許願清單，亦都唔係要將我哋嘅訴求重複又重複嘅講個不停。耶穌讓人見到禱告係大有能力嘅，因為禱告係要同愛我哋嘅天父直接對話。正如好嘅對話係有來有往，好嘅禱告亦都係兩方面都要聆聽同埋說話。當然，同創造宇宙萬物嘅神對話可能會有壓迫感，而事實上，如果你真係聽到神嘅回應，都可能會令到好多人覺得驚。不過好消息係，當我哋可以有更好嘅禱告，亦都就係同愛我哋嘅神有更好更深刻嘅對話。呢個唔單止有可能，而且更係神要我哋咁樣做嘅。呢個就好似係學一種新嘅語言一樣。咁點樣進步呢？答案好簡單，更多操練。禱告輪就係一個好簡單嘅操練禱告工具，你哋可以自己攞嚟用，或者同其他門徒分享。只要12個簡單嘅步驟，每個步驟花5分鐘，將整個禱告輪走一圈，就能夠將聖經教導我哋禱告嘅12個方式全部做一次。當你咁樣祈禱，正好就係1個鐘嘅時間。聖經話俾我哋聽，要不住地禱告。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7節。我哋大多數都唔敢話我哋做到，但係喺呢1個鐘頭嘅祈禱之後，可以話我哋更接近呢個目標啦。禱告輪係天國酵母工具包裏邊嘅簡單工具之一。